星光伴讀，小院高牆擋不住中國 AI 奇蹟。作者徐偉。喺農曆新年前嘅一個禮拜，2月9號，字節跳動正式發布紋身視頻模型 Seedance 2.0，再次震驚世界。美國唔少荷里活電影導演同埋製片人呢，喺使用 Seedance 2.0之後呢，非常之驚嘆，甚至公開表示荷里活要玩完啦。黑神話悟空嘅製作人馮企喺體驗之後亦都感嘆呢個係地表最強嘅視頻生成模型。不禁令人想起2025年1月20號 DeepSeek 橫空出世嘅時刻，當時 DeepSeek 用低成本實現咗可媲美美國競爭對手嘅性能，並將原始碼公開，令所有人都能夠查看、使用及改進。當時美國對中國 AI 產業係瘋狂打壓嘅，但係 DeepSeek 團隊通過創新嘅方法，喺唔能夠大量使用英偉達高端晶片嘅情況之下，實現技術嘅突破。今次 Seedance 2.0嘅問世係中國 AI 嘅又一大突破可見比西方嘅小院高牆根本擋唔住中國 AI 由奇蹟走向更多嘅奇蹟。Seedance 2.0之所以技驚四座係因為佢能夠生成電影級嘅影片，並且具備導演嘅思維，能夠自動生成分鏡同埋敘事，仲可以自動配音配樂添。喺國內率先於豆包、小雲雀等平台進行測試，吸引咗唔少嘅用家試玩。網上已經有唔少嘅示範影片啦。而且 Seedance 2.0嘅成功並唔係單一嘅例子。今個農曆新年，中國 AI 發展呈現百花齊放嘅局面，包括智譜 GLM5 喺編程基準中拿下開源第一，阿里巴巴嘅千問 2.0 圖像生成模型位列全球評測第三，DeepSeek OCR2 憑住模擬人類視覺邏輯嘅能力震驚業界。AI 領域嘅巨大成就，正係中國科技自強創新嘅縮影。筆者回想2022年嘅11月，當美國 OpenAI 嘅 ChatGPT 模型問世嘅時候，令人類意識到 AI 嘅強大威力。當時國內外都有輿論認為，美國 AI 嘅進步，中國拍馬都追唔上。不過係幾年嘅時間，中國用實力證明咗美國人能夠做嘅事，中國人一樣能夠做到，甚至做得更加好添。幾年前，人們經常話 AI 嘅關鍵係算力、演算法同埋數據，但今日美國嘅科技鬼才馬斯克講俾世人知 ，AI 仲有一個更關鍵嘅基礎就係電力啦。而喺呢一方面，美國可能因為缺乏電力而輸俾中國添。2025年，中國嘅發電量係美國嘅2.5倍，可以話係遙遙領先。美國電力緊張，影響到 AI 嘅發展，因為電力唔夠，矽谷部分嘅數據中心項目甚至被迫擱置。呢個農曆新年，中國 AI 再一次嘅爆發，令個人感到無比嘅振奮同埋自豪，印證我國嘅科技水平經過幾代人嘅努力之後，終於實現咗從落後到趕超，企喺世界產業發展嘅最前沿。中國正以全新嘅姿態，重新定位自己喺世界嘅位置，同埋規劃自己嘅未來。呢個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撓嘅。